各位觀眾大家好，翻嚟智勝達陣嘅時間，嚟緊呢一次賽事繼續咧喺呢個禮拜三進行9場嘅谷草野賽啦。其實次數就唔係剩低好多嘅啫，得翻5次，因為咧6月中嘅時候咧夾住一次皇家嘅時局咧，咁啊冇跑到跑馬地嘅。咁啊，至於跑道方面啦，咁啊上個禮拜就跑咗 C+3，咁啊今個禮拜咧就轉跑 A 欄啦。咁啊預計咧內蝶前置都會有啲優勢啦。咁啊特別係短途賽，咁我嚟緊介紹呢兩隻馬，其中有一匹咧都係有機會賺下呢啲嘅形勢嘅。正就係6場4號嘅日馳千里啦，佢都打贏緊2場，咁啊都有個 form 喺度先啦。上一次咧9檔3馬利放咧嗰個效果相當之好啊，咁啊頭2段撳到好靚仔㗎啦，46秒7，咁但係咧佢末段做出嚟嘅時間咧都係幾出色嘅，23秒08，所以燉翻勻咧，咁啊可以做到一個快過3班標準嘅1分09秒55咧，可以頂得住你嗰啲電源之軀啊、撼天鐵翼咧，都係季內有表現嘅馬嚟噶嘛。咁啊更甚電源之軀其實都仲有個 form 喺度，咁啊日馳千里咧就係擺喺前面走，移出個少少離開條欄咧，咁佢就攞到條幾靚仔嘅跑線咧，咁啊可以一放到底，咁啊都係一場咧唔錯嘅頭馬嚟嘅。咁啊今次輝哥咧反而咧就冇急就章咧嗱聲再拱佢出嚟跑，俾佢唞翻足先。其實中間嘅功夫咧，佢都冇乜點樣放緩過，呢24秒、23秒係咁做嘅。咁啊，去到5月尾咧就做埋大閘啦，臨尾咧就再派一顆火悟空咧，都係開得快嘅。睇嚟咧隻馬喺季尾嘅嗰個狀態咧，仲係保持得幾好啊！咁啊，最近啦，即係仲有個方嘅情況下咧，今次咧就有個1檔，咁啊，雖然帳面上面咧1檔佢真係連名都未上過，但係今次嘅賽事形勢咧，一來啊，即係 C+3轉 A 欄嗰個內蝶前置優勢啦，二來咧會有機會有隻百駿巨星帶住佢跑嘅，咁啊，百駿巨星都係即係典型快馬啦，咁啊，以往日馳千里咧都試過守第2位贏嘅，就係正咧就係前一場即係喺4班贏翻嘅賽事啦，咁啊，所以咧。都係跑法上面機動同埋彈性㗎啦，咁啊艾少禮應該都可以執生到呢個情況嘅，冇馬快嘅咪自己走咯，百駿巨星快嘅咪跟第2位咯，應該都 OK 嘅，咁啊仲要唞足而臨咧，咁啊呢啲馬咧絕對都係即係全晚嚟講幾好嘅投注對象㗎啦，咁啊所以我揀呢隻6場4嘅日馳千里啦。咁啊，至於另一匹啦，咁就係田草轉過嚟嘅喎，都好似幾犀利喎嚇！呢隻8場3號嘅不同世界，咁啊，其實潘頓都贏過嘅，咁啊，今次咧再同佢夾檔啦，咁啊，最近一次嘅賽事咧就係布文跑嘅，咁啊，當時咧其實個段速咧都幾難追嘅，因為第3段咧係突然間加速嘅，對比起即係嗰個標準時間係突然間快咗好多嘅長馬，令到個2碟轉3碟咧移出嚟追咧係有啲舉步維艱嘅，咁啊，同埋布文一砌落去咧都係有啲擺咯，但係去到最後200米咧，咁啊食住呢個至尊高超條跑線上嘅時候咧，佢都有啲細嘅。當然佢又鬥輸咗俾嗰隻自力更新啦，呢度係有少少一剔一點啦。但係佢可以兩隻馬一齊逼近翻呢個至尊高超咧，都唔錯啊！佢3兩下就已經過到嗰隻喵喵怪，後邊仲有啲咩馬咧？新意馬。君子傳承、瑞奇威風，全部都係啱啱禮拜日咧可以跑得好嘅，1 win 2 pay 嘅，所以呢一組3條路咧，似乎個水準都幾唔錯啦喺季尾入邊。咁啊，今次洪天鵬俾佢隔翻3個禮拜啦，跳翻4課啦，咁啊都係啲例牌賽，埋尾仲要潘頓自己操翻揀埋嚟騎咧，照計就穩陣㗎啦。咁啊執個7檔咧，又唔會太野飛。咁啊至於谷草嘅性能咧，我都會信任佢嘅。咁啊即係除咗呢個奮鬥輝煌季內贏過呢個1650之外咧，其實香港精神咧以往當擲嘅時候跑馬地都 OK 㗎嘛，贏過2200㗎嘛。咁啊所以咧呢個血統咧谷草咧嗰個路面感咧，相信都會適應嘅。咁啊，不同世界轉過嚟，以佢田草嘅賽績嚟同一啲咧，最近喺谷草都相對搏得多嘅馬咧，我覺得有少少即係佔到啲甜頭。咁啊，希望都能夠落場咧，適應到嗰個谷草嘅彎急路窄嘅路面感啦。如果跟到即係叫做即係適應到咧，咁應該呢一組頭馬咧舐到手㗎啦。咁啊，希望潘頓都有一個即係順利嘅發揮啊！好啦，咁啊都講到呢度啦，重複翻心水咯噃。揀咗6場4號日馳千里，8場3號不同世界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記得今日 like share，我哋轉過頭會有直播跑馬經，講晒9場嘅賽事嘅，陣間見，拜拜。